善车。现实的社会，大家着爱拼，谁人无爱好命？地照上路，免怨叹害命。做人着爱认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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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命。新婚酒大如胶。黄沙国之前，魔魁庄稼人敌对黄风神，强手对强手，互电绝学，一触即分胜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黄风神的太上神功不过如此。魔魁残忍的魔魁，你为何要杀尽中爱国的苏阳门？为何要杀尽这个老宣哥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必留因呢，黄风神。如果你能了解我为什么特别杀死苏阳门家，用你回山退稳，哼，真简单，你就是这道苏阳门比你个声名，对不对？未了解我，你完全未了解我，你不关心标人啊，饶你不得呀！哎呦喂！我伫个大树骹，伫咧旁边一个有个变变叫，这2、3时间都无代志，哇！17扭翘翘，哎呦！哦，啊，毋庄稼人了。哎呀，庄稼人啊，你嘛不应该杀害无辜对。啊，你会引起太上高祖的愤怒呢？这个就是太上高祖啊！哇，敢差这样咯？这个是太上高祖黄风神的徒弟，叫做白翠凤啦。哈，那我庄稼人爱国甲太上高祖一斗高下咯。我咧想嘛，你若碰到太上高祖，迄是无很轻松了。我一定出胜，我一定出胜啦！哈哈哈哈哈！苏阳门凭着识不别人，虽有大雄的经验，随马加鞭，欲赶回京都何家路？容易在，你赶紧回转拖庄，请我各位行长入京。遵命。国师，你选定此时下手妥当吗？正月15日，按惯例。武道家政以家到相国寺行香礼佛，民警派出500名武林高手埋伏在四周，但背为何行持家政？所行之后，民警护你为敌，你也是朝廷的太宰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1名骑兵罗汉体者，万良李彪海军顶，马不停蹄，直奔京城路。群英在京都聚会，个个忠义凛然。大哥，苏元弟啊，东家发财，南家发笑，北下出游了啊！哦，皇帝出来佚佗心，哇，看这个皇帝嘛袂歹呢。见羽毛之美，文官乐之音，近者来，远者왔，落日不完。希望众兄弟留心护驾。哪个？保驾啊！保驾。
相国是拜服着500杀手，要起红杀家咯。奉上驾到，献花，追，速速接驾，遵命。来人啊！考证擂鼓接家杀。陛下驾到，新万接驾，望陛下恕罪恕罪。陛下恕罪恕罪。国师何罪之有？平身谢陛下。献花前，进外国乡民，奉敬陛下之良后之看啦。遵命啊！官人愿品尝外国乡民啊。干净大胆妄为，小子又来破坏工作的该死呀！此刻行的苏元文及时到驾前，因为对60003。后定指挥使王顺当小调高礼拜也参加救驾行列，屯接魂不到身，勇气吞下了。哎呀！14只完餐啦！603时速开山将，兵击苏元门。苏元门身手伶俐，以量专剑挡之。岩将接续喷出反对回花，时机可乘。苏元门这边说出顺阳降落。603连提锁灯，包红衣过了。军舰穿过地，以杆敌将，击败了500杀手，将船贼打得溃尸败败，船贼44拼就拼了。表情刚来去。有没有？陛下受惊了，神罪该万死。王卿。那救驾之现身是谁？救驾之人就是苏元文因的结拜兄弟。启奏陛下，新掠着刺驾的叛贼献化精，请万岁圣裁。大胆叛贼啦！我主万岁，这是我的师父603甲宰相安基和甲提督安天上的指示，万望圣聪开恩之口。大胆叛贼，甲无害官人，罪无可赦。王顺，现在500铁骑接纳一班叛贼，不得有误，遵旨。宣调苏贤卿鉴定，苏阳门见驾，领旨。罪人苏阳门叩见我主万岁万岁。提家叩见我主万岁万岁。苏卿众卿平身，谢万岁万岁。苏贤卿在遥远的辽东，令得回京救定呢。回陛下之情，兵士之论，食不避人，最有大凶。加上微臣不挂思熬，以致陛下有难，得向朱千岁请令回京。真是安邦定国之贤士啊！众卿拜驾回宫，后殿论功行赏，请驾回宫。国师，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！苏衙门这班小子回京救驾，真出人意料啊！叶大人这边走到什么所在安心啊？走到昆良都切心再作良多啊！
水盐门现在上国师九甲有功，丁奉立为兵部左侍郎，兼任太子少师，谢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李霸替乞者，现在，官人奉立为威武大将军，下旨龙印，下旨龙印。范良、李彪、海坤为护国将军，谢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指挥使王俊以外，加封二级，谢我主万岁万万岁！新客奏陛下，安基无安天上600千山盘插文风之道了。团起刑部衙门国府州官卫兴都执保盘插归案，遵旨。客奏万岁！太华山的盗匪捉禁钦差陈文炳，我弟李文清为了救钦差大人入关区。太华山有设备机关，千军万马恐难进攻，有一只像苏彦文这种多谋足智、武艺超人的才能，才有可能招灭太华山。请我主圣裁圣裁。李文清为国关区，丁方为晋中侯，谢我主万岁万万岁！自苏宪卿后1个月后，领兵攻破太华山就是。将卿在3天后，在公路寺候丁夙宴呐。谢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昆仑岛之主开天王放宝剑，当军师登去定公山，在马尾港所在地训练水军。林首领，京城有一个安心乡，安提图甲600千山求见，好友到来，迎接入座。丞相，提督国师不在京都了，司机败露，详情听到啊。苏彦文有什么3头6臂嘛？哼！主公。让兵多进京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吧。军师，准你成功，不准你失败。兵多了令，以笔酒宴，甲心上写定咯。多谢。明朝的东宫太子朱祁钰拜苏彦文为师。伊在武英殿伫咧攻读兵sĩ的时阵，遇一阵妖风卷不落。这个时阵，使皇族文武大臣震惊万分。然后苏彦文接到找太子的圣旨，又打扮白身，特别出京咯。用日，主官。你将信带回温州，给老夫人，然后将这封送到杭州老家店就是。主官，我即马等下见老夫人哦，甲请安甲祖庙请安，先煞报告讲你已经做官咯，老夫人甲阮小祖母一定足欢喜的啦。容儿，你一路小心啊！各位告别咯。来，兄弟啊！当陛下特别赐咱饮义宴。咱拢还未享受到太子殿下都失踪，兄弟啊，你甲看这个到底是安怎哈？殿下失踪与盘插安基庙有关，我卜卦已知殿下身在西南方。各位兄弟，各执一条路官图，按计划找殿下，万望不懈怠。别啦，大家一定足认真的，注意哦，分落来去找殿下哦。好，分落，风波几时休？血溅令人愁啊！哦，西话足闹热咧！为足侪人哦，来看海报，可能是广告特别做歌戏的款哦。靠腰啊，什么咧海报？迄故事啦。迄个做故事。好啦，舅父啊。好了，将花轿甲停咧树仔较凉。好，我在。看卖啊。我写有够趣味哦。念看卖。
古井水家起风波，无限烦恼是落落，落山落水空电乱，赏银300平风波。哈哈哈！是啊，笑诶，笑诶，笑诶，是安那笑诶？伊讲古井水家起风波啊。古井水家哪起风波？佫无限烦恼，讲是倒落落，烦恼都烦恼佫会落。佫落山落水哦，佫空电乱哦。什么赏银的300咧平风波？所以讲你两起的吼，叫你认真读册哦，你都无爱读啦，迄毋是安尼念啦。我念安尼毋对啊，毋对啦，我念俾你听啦。古井水家起风波啦，无限烦恼是熬落哦。熬山熬水是空电乱啦，赏银300是平风波啦。好安尼，迄人生爱读做熬哦，也叫做熬山熬水，毋是落山落水啊，有听无？好，我下尾知。对，你念安尼无错。老汉姓熬名落，呀，大囝叫做熬山，二囝叫做熬水啦。真不幸，犯了这个妖怪的古井水家啊！古井水家，迄古井水家毋知影天下偌大，两起的你甲要点点啦。老万贵啊，古井水家是安怎作怪哈？也都伫古井内爱唱歌。好，迄水家就是肚又大，嘴又宽，伊毋则会叫歌。本机肚又大，嘴又宽，伊毋则会袂叫歌。靠腰啊！人伫咧讲代志，你都咧念童谣，做事啊！庄主啊，你讲这个古井水家这只妖怪，除了会唱歌以外，还佫有啥物状况？佫会讲话哦，哈！讲啥物话？水家话。两起的你敢要点点啦？好，我点点。也都讲爱我的组团的家宝玉如意，若无好伊啊，你要将我两个囝拢甲我拆一下萝卜啦。水家佫会讲话，还佫要爱玉如意。两起的，安尼个听起来吼，恁同行的哦。敢是拖做的哦，毋是啦，师啊，你咧误会啦，迄妖怪，但是免惊，迄师哥功夫足厉害啦，来降妖斩怪赚300两。哦，拜托，你若有可能甲我降妖斩怪吼，莫说300两吼，佫500两我嘛互你啦。迄还无问题啦，咱先治妖，然后即个掠妖。你当是咧讲啥？迄八道妖，先学冤话，请你才来去掠妖，毋则有力。讲安尼嘛是有理咧。七江花，烧酒一杯，干一杯，饮出目屎滴落地。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。深深为我来凄迷，如今变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转去外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饮不住目屎滴落地，三年斗阵无算地。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杀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后悔？家妖惊人的古井水家，除了哀怨的歌声引出井外，将露出马卡路。我是古井水家。作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凄迷。如今变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转去外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饮不住目屎滴落地，三年斗阵无算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
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后悔？老船哥稳稳现现，行服了高顶水鸡路。钟景林甲我咧做啦，钟景林甲我咧做啦。大道恶徒，装模奇怪，惊吓良民，非收拾你不可。我唔过啦，我唔过啦。哈，唔敢就用啥？后盖你若搁做这不法代志哦，甲你送官严办，有听无听？我知啦。钟景林，啥物叫做钟景林啊？钟景林就是魔鬼钟景林。钟景林呐，注意，钟景林教育路提高警觉啊！太上高手，你难躲这个劫数咯？魔亏钟景林，你伤害我师兄文杰，又杀害我徒弟，今我得要报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洪洪神，你了解我为什么得要收拾书院门专家吗？你就是帮助半神安基无得要篡夺大明江山吗？你未了解我，你无关心标人，非敌不可啊！真正太上高手，点出太上神功，以钟景人一决生死路。奇，老船哥有神秘的功夫吗？书院门魔武接风，费时绝眠，日夜低喷，伫咧走水太守，地感染风寒，体力不支，昏昏欲倒落。这个时阵，当天电光线圣机欲杀书院门咯，圣人之为杀之不仁。什么人先动手生死？意思，三国意思到底是何等日本呢？请看精细速辑，便知分晓。新魂州大儒侠